最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是解说甲正文59页，解说甲正文59页。对台湾算到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。对台湾算到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，就是解说甲暗是言，明物即暗。即马爱来解说下面，是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即马这呢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教这弟子啊，凡是有所说法呢，以这个相对之法来显示中道的道理。所以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设施若有人问你，讲什么叫做讲暗啊？你就要甲伊回答讲光呢，这是一个因啦。暗是一个言，也光若是无呢，就是暗啦。这是前面所讲。下面咱要解说的讲以明显暗，就是讲以这个光的呢来显示迄个暗的。下面以暗显明，以这个暗的呢来甲伊显示迄个光的。有光有暗，那么两边来去甲伊对待之下呢，会当甲伊显示出来。啊，咱即马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有两间房间，那这边房间呢无点火，啊，所以这间房间啊就真暗啦。啊，迄间房间呢有点火，所以迄间房间就真光。那为什么会显示讲迄个是光呢？因为迄边啊有点火伫咧，也这边间是暗暗，所以显示出迄边间是光的。那这边间为什么会去显示出暗呢？因为另外迄边间是有点火光光，所以显示出来这边间就暗。那这呢是一个咱物质现象的事实啦。哦，真容易了解，尤其是这个光甲暗，那对这个外光或者是讲外暗，哦，那是啊，由于这个光的度、暗的迄个度，就是讲迄个程度啊，来去甲显示。啊，譬如讲一间哦所点的迄个火，只是50节个电火。呀，一间所点的火呢是60节个电火，啊，这个60节差迄个50节个差12倍啊！哦，将这个所在给显示出来，这间只有点50节火，这间房间啊就感觉真暗。啊，迄间点60节，迄间火就感觉真光。但是你即马这间点50节，这间的火啊，你即马甲换一粒电球啊，变成是100节。哇，安尼个踏过去啊！哦，本来即间是较暗，但即马50节变成100节啊，迄边只是60节，所以搁再显示出来呢，变成迄间较暗啦，即间较光啦。哦，所以光或者是讲暗呢，这是互相对待显示出来。所以下面再讲做来去相因，就是讲即个光来暗会去。或者是讲暗的来，光的去，即互相为因，哦，安尼名叫做讲做来去相因。在这个所在呢，就成中道义。安怎讲成中道义呢？这个中道的意思就是讲无偏在倒一边啦。哦，咱以一间房间来讲就好。那这间房间也毋是讲绝对的暗，那是讲绝对的暗呢，就偏在暗的这边咯，但是也毋是绝对的光，若是绝对的光呢，变成偏在明的这边啦。因为你这间房间呢，是由于迄个有光无光，哦，就是讲有该点火无该点火，
或者是讲有出去头无出去头，所显示出来环境就变成讲，或者是光，或者是暗。那即间房间的本身呢，也毋是光，也毋是暗的物件，就离开即个光，离开暗啊，来显示出迄个中道的道理来。这名叫做讲做来去成因啦，成中道义。这是以即个光或者是讲暗来作为一个比例啦。所以变则讲依文设界如此啦。就是讲，若是有其他会请问，就是讲，若搁再问你其他的道理咧，拢完全照呢就无对，照呢来去甲伊回答，安尼就是正确啦。讲拟定依效传法，依此转向教授不是宗旨。讲恁大家啦，以后咧，若是要来传法，传法就是讲要来传禅宗之法啦。就依此呢，转向教授，就依照前面我所讲这个道理啊，来点转，来互相教授，就是讲一代一代，照呢甲伊传落去，勿失宗旨，毋通呢失去了这款的宗旨。那么这个宗旨呢，就是来去相因成中道义这款的说法的宗旨。那咱六祖慧能大师以这个法来传给伊的弟子，伊的弟子呢，确确实实啦，将这个法传落来。所以以后的人呢，就是以伊这款的教授之法来去讲道理的真正济。咱现在是呢，会使咧以慧海禅师所写的迄个《顿悟入道要闻论》内底迄个道理来证明因呢确确实实啦，有依照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，在《顿悟入道要闻论》内底有一段话呢。问因何时见佛真心？答不见有无，即见佛真心。这是问答啦。所问的就是讲，安怎才是叫做看到佛的真心呐？这是问的话咯。回答的话就是讲，无看到有或者是无。不见有，不见无，那就是见到佛的真心，所以叫做不见有无即是见佛心啦。那进一步个问讲，因何不见有无，即是见佛真心呢？讲为什么叫做不见有，不见无，就是来看到佛的真心呢？回答讲，有因无立无因有现，本不立有无亦不准。既不准无有将何得？有之而无，相因是有。既相因而有，悉是生灭也。但离此而见，即是见佛真心。这段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这个有乃是因这个无而建立，这个无呢，也是因有呢而显示出来。那这就是讲这个有甲无呢，就互相为因，就是在这所讲的来去相因的意思咯。讲本来你若是无该建立这个有，尼这个无呢，也是袂当好来存在。那既然呢，无有存在这个无，这个有是要对对摕来的，就无这个有啦。所以这个有甲这个无，就是讲有甲无，这是相因是有，就是讲互相为因对态显示呢，才有的物件。那么既然是相因而有拢总都是生灭。就是讲一边若无去，一边也是无去；一边有咧，一边才有；
这正正就是在《华严经》内底所讲的处有故彼有，处无故彼无，处生故彼生，处灭故彼灭。这呢就是因缘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因缘呢，名叫做相依相助。这相依相助就是讲，咱世间的任何事物啦，无可能是伊这个单独的存在，必须呢依靠另外一边，那么伊才会当互存在物件。那既然是安尼的，一边若是无啦，迄边若是无去啦。所以既然是一个相因而有啊，拢就是属于生灭。只要你会当好来离开这两种的分别见，安尼就是见佛的真身啦。所以才讲做不见有无啊，就是见佛真身。在《顿悟入道要闻论》搁再一段就来讲何者是无为法？答有为是。问个人问讲，啥物是叫做无为法？即摆回答的人讲，有为就是啦。这无为甲有为是一种对立的，伫咧甲你问无为，你开讲有为就是呢？所以佫进一步甲并问啦，讲今问无为法，因何答有为是啊？讲现主是我所咧甲你问的是属于无为法啦。你为什么回答讲叫做有为就是呢？那伊的回答就是讲有因无立啊，无因有现，本不留有，无将何生？讲这个有呢，是因这个无来建立，这个无呢，是因这个有来现出来。那本来你若是无该建立一个有伫遐，这个无呢，也无从产生啦。你无先该建立一个有啊，无先该成立一个有啦，当然就无产生迄个无。讲若论真无为者，无为者即不处有为，亦不处无为，是真无为啊。所以呢，假如你若是论这个真正的无为，要哪里呢？就是不处有为，也不处无为。这呢才是真正的无为法。那这有哪是共款啦？是来去成因，来去成中道义。那搁再一个呢，直接伫咧说明这个中道的，讲有问啦，何者是中道义？讲什么是这个中道义呢？答辩义是啊。问是什么是中道？但是即摆该回答就是讲偏在一边，这就是。所以就进一步该追问啦。讲今问中道因何答辩义是啊？讲我现主是伫甲你问你的是中道啊，你为什么回答讲辩义就是呢？我要甲你问你的，毋是伫咧问你这个一边的道理，乃是咧问你这个中道的道理啊。为什么你回答讲辩义就是呢？伊的回答就是讲辩因中立啊，中因辩生。讲这个辩呢是因中而立，就是讲偏在一边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是因为有一个中，所以才有立这个边走出来。也中因辩立，这个中呢也是由有这个边所建立。为什么叫做讲做中间呢？因为有两边边两边边呢对来名叫做讲做中间。假如我若是无一个两边边哪里有一个中间啦？就变成无一个中间。所以下面讲本若无边中将何生？讲本来假如呢，若是无这个边，若来这个中间呢，要安怎去产生出来？就无产生中间的可能咯。今言中者因变是有，讲现主时来讲这个中，乃是因为有这个边才有啦。故伫中之异变相依而立啦。因此呢，对当了解这个中甲这个边也是相因而立，就是讲互相为因才当建立。
那提出这三个问答，就可以了解六祖慧能大师来去相应成中道义的这款的教法啦，传来了伊的学人呢，有真正侪人有照呢来去直接甲伊传授落去。那凡想咱问呢，拢是以这个对台法来显示这个中道的道理。那这个对台法来显示这个中道的道理啊，就是讲咱世间的一切拢都是一种的对台。那既然是对台的物件呢，就是爱互相依靠才通生存。那一边若是无啦，一边就是无啦。所以以我在前面所讲的烦恼菩提也生死涅槃这个道理来讲呢，也是同款因为咱众生有烦恼有生死，所以自这显示出来，才有佛的菩提，有佛的涅槃。但在这个真如自性中，本来就无烦恼无生死。那既然是无烦恼无生死，哪里有菩提，哪里有涅槃的这个名称呢？所以若是约真如自性讲起来，不但是烦恼生死是虚妄啊，菩提涅槃也是等于空话。所以咱迷着在烦恼生死中，个人是毋对。假如你若是执着讲我已经证到菩提啦，得到涅槃啦，那这呢也是一种错误，也是同款啦，袂当好来确实来去体证到中道之机。所以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我来讲啦，讲假如若是着相在外，也作法求真，或讲入道场来讲这个有无的过法。像这款的人呢，累劫无法度来见性。虽然是安尼呢，我那是同款爱好好来去修行。在修行中最重要就是讲，必须爱依着中道实相的道理来去修不偏离任何一边。下面是以太极元年壬子寅亥7月。是年5月改元号，8月宪宗即位，方改元先天。次年遂改开元，他本作先天者鬼。诗就是在指六祖慧能大师咯。讲以太极元年壬子寅亥7月。这事实上呢是同一年的代志，不过呢，以这个名称就是讲这个纪元的名称呢，确实有3个不同。那下面这段呢，就是要说明六祖对因这弟子该宣布啦，宣布讲伊要离开世间。六祖慧能大师在迄个太极的元年。这个太极是东调瑞宗东调这个瑞宗的迄个年号。那在元年太极的元年呢，就是属于壬子壬子这是约60甲子所讲的，对甲子一天安尼直算这个10天间12地支安尼该配合拢总一个甲子呢是60年。在这个壬子年迄当时阵，这个寅亥7月这个寅亥7月呢，就是讲在迄年正月是名叫做太极咯。也到迄个5月就改做寅亥。所以下面再讲做是年5月改元号。这个7月在迄年的7月迄个时阵，这个瑞宗呢又搁再将这个位来传给伊的太子。在8月迄个时阵，宪宗皇帝上位，就改元先天，就是讲将这个纪元呢改做先天啦。次年遂改开元，
搁第二年呢，结果就改变成开元啦。那这个宪宗皇帝，伊在位的时间比较较久较长，所以这个开元几年，尤其是在这个开元年间啊，佛法呢，我那是真正盛。一边讲他本作先天者非啦，讲另外一本呢，该写讲做先天啊，这毋对。为什么毋对呢？因为7月啊，迄当阵抑阁是属于延后，乃是8月，宪宗皇帝就位了呢，才改做先天。所以在迄个时间啊，根本呢，毋是叫做讲做先天，乃是延后。讲明文人往神州，各因是建塔，容令速工，次年夏末落成。7月1日，集道状元，5至8月欲离世间。拟定有义，作诗上文，为你破义。令你未尽，5日气候无人教你。法海定文悉皆提及，唯有心会心情不动，又无提及。使因心会小事，却得善不善定，非义不动，哀乐不生。以者不得，数年山中，敬修何道？即马来解说这个道理。讲到做慧能大师呢，在太极元年壬子，也就是延和7月迄个时阵，就明文人，就是讲来叫伊这弟子啦，讲往神州各因是建塔。叫这个弟子啊，去迄个神州的国因寺迄个所在来去迄个塔，容令速工。咱是命令伊啊，爱赶紧啊来去赶工。这个速工就是讲顿速啊，爱好好呢来甲伊赶工，就是讲有赶紧要用啦。那这个国因寺在什么所在呢？咱看前面迄片就知啦。讲世事求其为国因寺，讲迄当时阵的这个皇帝呢，就使迄个慧能大师伊的故乡故居，就是讲伊本来啊，伊住的所在、出生的所在呢，那改做这个国因寺。所以这个国因寺呢，正就是伊的故乡之地啦。在这个神州国因寺迄个所在来起塔，派一个文人去讲，赶紧啊，将迄个塔起好。讲次年夏末落成，次年就是讲，搁在过天光年，搁在过天光年应该啦，就变成是宪宗的开元咯，就是宪宗开元的这个元年啦。夏末落成，这个夏末就是讲热天过了，就是讲这个热天下尾啊，迄个时阵。在这个热天的迄个末期的时阵呢，也落成啦。这个落成就是讲已经建筑好啊。咱这个落成，若是依照现在是无论寺也好啦，无论是讲其他的建筑物啦，在落成的时阵，拢有做一个落成的典礼。咱佛门中做落成典礼，当然就是依照佛教的仪式来去做，表示讲已经是起好啊啦。讲7月1日啦，集道状元。讲在迄年的迄个7月初1，伊呢就来集这的道状，就安尼讲啦。讲5至8月啦，欲离世间。讲我呢到8月迄个时阵啊，我就要来离开世间咯。拟定有义，作诗上文，讲恁大家对佛法，若是有啥物款的怀疑的所在啊，就提早。赶紧的，回来问才会使。为你破义啊，令你未尽。讲我呢，要来为恁大家啊，来破除恁内心的疑惑。
也使恁的所有的迷惑啊，拢会当互来去掉。讲五欲气候无人教你，讲假若我若是气势了后呢，就无人好教恁咯。在这个所在呢，有2点啊，是值得咱注意。第一点就是讲，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在进前1年已经知影呢，伊要离开世间，所以呢，在进前1年的7月，就叫一个地主，在这个新州国因是起塔，叫伊赶紧起好起来。假如伊若是毋知影讲伊本身要离开世间，就袂去赶工咯。那而且呢，在迄年落成了7月初1，就集起道场讲我8月我就要离开世间。那是在1个月前呢宣布，这就是属于异地时节。当伊是在要离开世间以前呢，对因遮人讲，恁若是有疑问，赶紧来问啊！我呢来消除恁心中的疑惑啊，使恁内心所有种种的这个迷惑拢做一下去掉。假如我若是离开世间了呢，可能就无人好教恁啦。那从这个所在呢，就是会当好来看出六祖慧能大师实在是大智大悲。所以虽然是讲一切法是不着，不过六祖慧能大师为法伊这款的精神实在是使人感动。同时呢，也是一种的事理原谅。假如讲你若是只有偏在理方面，也无顾到事上的事实，安尼伊离开就离开啦，根本呢伊就不管你什么代志啦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会当好讲，在伊要离开世间以前，佮甲因交代讲，赶紧啊，然后有啥物款的疑问你来问啊，若无呢，我若离开世间啦，就无人好教恁咯。从这个所在就是显示出六祖慧能大师的大智大悲。咱对这个文呢，会当好了解这2项的道理。最恳请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断经，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最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